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賣仔，歡迎嚟到我節目。首先睇翻尋日嘅成績先，咁俾三個單頭，西班牙嗰場同埋葡萄牙嗰場都搞掂咗啦。咁啊，瑞士嗰場呢就輸半格，而三串一啦，都係按照外賣仔嘅慣例啦，斷尾關嘅。但係雖然係咁咋，我有位觀眾呢就中咗呢三場嘅總入球三串四，非常之恭喜。咁就首先回顧下琴日嗰三場波先啦。首先就係西班牙對匈牙利嗰一場，咁呢場嘅走向咧都同我個預期咧都係8-9成相似啦。匈牙利啊真係好曳，主要講西班牙啦。西班牙喺第一節嘅飲水之前啦，夜馬其實係踢得都幾緊下嘅，但係飲完水之後啦，可能係啲隊友啊或者教練啦就鼓勵佢放膽去啦，跟住佢就即刻係生猛晒嘅。其實都反映到一樣嘢嘅。西班牙今年真係未必係攞冠軍嘅時間，咁點解呢？就由兩個層面去講啦。嗱，西班牙打到而家啦，咁多場波啦，咁就有55次嘅射門，只係得11次呢就係入到波嘅啫。入球轉化率呢係不足2成嘅，喺48隊波入邊呢係排緊第31。而今年嘅西班牙啦，主要係靠阿耶馬啦，同埋兩邊嘅閘啦，但係耶馬呢。俾我感覺咧，未係算係太成熟。你話佢質素高唔高就當然係高噶啦，但係俾我感覺係同幾年前嘅麥巴比一樣啦，係有質素，但係心理質素上邊係有一個關口。但係當時嘅法國啦，雖然係攞到冠軍啦，但係當時嘅法國係有好強勁嘅中場線同埋後防，而今屆嘅西班牙咧係正正就係缺少咗呢一兩樣嘢。若果話係真係咁好彩，西班牙打到入決賽嘅話，要扣晒耶馬的話咧，我相信佢嘅心理質素可能真係未必可以應付到決賽。而另外就係講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嗰場波啦，呢場波係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嘅，可以睇到20年前一齊喺世界盃舞台出現嘅 C 朗同埋摩迪，到今年係睇到佢哋最後一次嘅對決。而呢場波嘅走向啦，同我預期都係差唔多啦，係中場混戰啦，都係比較悶嘅。而葡萄牙嘅射門呢，佢嘅把握力呢，今年唔知點解真係好差。個人感覺啦，係因為 C 朗啦，因為始終講真嗰句，你唔俾柴仔波，唔俾佢又唔得，但係俾佢嘅時間，佢嘅把握力，講真有個人真係會退化嘅，咁一定係會爭咗好遠噶啦。但係啦，馬天尼斯啦喺80分鐘嘅時候啦，就做出一個驚人嘅舉動，就係喺咁關鍵嘅時間換走 C 朗。喺呢一個時間呢，我對葡萄牙晉級呢就好大信心啦。唔係話我唔中意 C 朗，而係因為葡萄牙真係需要新嘅動力去支撐住。而再講埋尾場啦，就係瑞士對阿爾及利亞嗰場啦，即係正如我所講啦。若果阿爾及利亞要輸的話咧，就係好早段嘅時間有紅牌啦，或者輸咗個冤枉波。話阿爾及利亞嘅右路咧，完全係不設防，喺上半場嘅10分鐘裏邊，俾人爆咗3次。喺咁早段嘅時間，俾瑞士攞咗一粒咧，其實呢場波咧已經可以係定調噶啦。再加上喺下半場嘅時間啦，一開波1分鐘又輸多一粒，咁外賣仔已經即刻熄機啦，唔睇啦。因為其實瑞士你話要去主攻，未必係最強，但係佢個防守，我個感覺啦，就係同以前嘅德國係有啲相似。無論係企位好啦、機動性好啦，或者係紀律性都好，係真係好緊密啊！即係假如啦，瑞士對法國，好早嘅時間瑞士偷咗一粒，我都唔敢擔保法國係可以反擊。咁啊，正式開始講今晚嘅3場波啦。首先就係澳洲對埃及。從賠率嚟睇啦，馬會預期呢一場係極度保守，入球極少，隨時係要踢加時嘅悶戰。主客和個和得2.67倍，已經係反映到馬會係極度恐懼雙方喺90分鐘之內打和噶啦。而半場主客和個和咧，賠率係得翻1.74倍，而半場入球大細盤球半盤嘅細咧係1.81倍，反映到馬會強烈預期上半場係0-0。而晉級隊伍嘅賠率方面咧，埃及就係1.64倍，澳洲就係2.12倍，而讓球盤埃及讓平半，
個莊都係認為埃及有沙拿、馬莫殊等嘅球星咧贏面係較高嘅，但係因為淘汰賽嘅性質啦，咁澳洲死頂爛頂都係頂90分鐘啫，所以預期埃及咧最多都係小勝一粒，甚至好大機會係拖到去加時，甚至係互射12碼先可以分出勝負。而上半場雙方都係互相試探㗎啦，半場0-0嘅機會咧係十分之大。而全場咧，亦都係有好大嘅機率0-0或者係1-1完場，或者埃及喺下半場嘅尾段偷雞偷到一粒，而入球大細大過2.5球嘅機率有幾多呢？就大概係35.8%，可以話係十分之低。世界盃淘汰賽階段，雙方通常都係睇得十分之保守，莊家開出2.5球嘅大係高達2.58倍，個細盤係壓到1.4倍。已經係明確話俾大家知，呢場波係極難出現3個或者以上嘅入球。喺呢一場預期入球少和味濃嘅淘汰賽呢，外賣仔就揀咗2個比較有價值嘅盤口。首選啦就係半場主客和嘅和賠率1.74倍。淘汰賽一場過，雙方一定咧就係以唔失波為大前提㗎啦。澳洲防守硬淨，埃及亦都唔會貿然搶攻。馬會開出1.74倍，雖然睇落係唔係好分啊。但係結合晒所有嘅數據，真實開出嘅機率嚟講咧，呢一個係全場最穩陣、直播率最高嘅選項。而另一個盤口就係全場主客和嘅和賠率有2.67倍。嗱，雖然2.67倍呢個和局賠率咧係十分之熱，但係正正因為熱，更加反映到馬會收到個數據或者資金流向都係極度傾向和波。若果想係用一注博相對高少少嘅回報，直接買90分鐘打和呢一個盤呢，係一個順應莊家防範心理嘅最好選擇。場就係阿根廷對佛得角呢一場，莊家預期阿根廷係會全面壓制，半場已經領先，全場輕鬆大勝，兼且係保持清白自身嘅一面倒賽事。阿根廷主勝得1.09倍，呢個水位代表馬會認為阿根廷喺90分鐘內贏波嘅機率係超過85%，佛得角嘅客勝係高達17倍。基本上莊家認為爆冷嘅機會係微乎其微，讓球盤開到阿根廷讓2球，賠率1.86倍，甚至有個盤係讓2球2球半嘅深盤，即係話馬會預期阿根廷最少贏2球起步，贏3球都唔出奇。佛得角球隊入球單邊入球嘅勢係半球盤，得1.5倍，即係馬會強烈預期佛得角今場係會食白果。而阿根廷咧就係會由頭攻到尾，半場前已經係可以打破僵局㗎啦。下半場亦都會繼續擴大比數，最終好大機會阿根廷係贏2-0、3-0，甚至係4-0。呢球嘅入球大細係2球半3球起步，扣除馬會抽水之後啦，隱含機率大概係58%。而因為擺2球半3球啦，若果全場只入3球嘅話咧，只係走一半，要入4球先至執晒。睇翻阿根廷單邊入球大2球半個盤，賠率係1.86倍，即係馬會認為單係阿根廷自己入3球或者以上嘅真實機率已經係接近50%。而喺呢場強弱懸殊嘅賽事當中啦，外賣仔就揀咗2個最有價值嘅盤口，首選嘅咧就係阿根廷讓球讓2球，賠率1.86倍，呢一個係全場最靚嘅盤。阿根廷實力超班，贏波係基本操作㗎啦。如果阿根廷喺呢場波失準，淨係贏2粒都係走盤啫。若果佢係正常發揮，贏到3球或以上嘅話，就收足1.86倍。呢場波阿根廷若果早領先2球嘅話，咁佛得角一定豁出去踢㗎啦，好容易就輸埋第3、第4球㗎啦。所以呢個盤防守力同埋直播率咧係十分之高。而另一個盤咧就係佛得角球隊單邊入球大細嘅細1.5倍。嗱，雖然1.5倍嘅賠率係偏低啦，但係勝率係極高。佛得角可能全場連一腳中目標嘅射門都冇。若果係想過關增加回報嘅話咧，呢一個一定係其中一關嘅膽。跟住就係尾場啦，哥倫比亞對加納。從賠率數據嚟睇啦，馬會預期呢場波係會哥倫比亞小勝，節奏緩慢，入球偏少。哥倫比亞主客和主勝1.34倍。讓球盤開出哥倫比亞讓1球，賠率1.74倍。呢個數據反映哥倫比亞實力咧係佔優嘅，但係優勢咧未至於可以大炒對手。馬會預期啦，哥倫比亞多數只係贏1粒。
而加納嘅單邊球隊入球大細半球嘅細咧係得1.69倍，即係馬會咧又預期加納今場應該就會食白果㗎喇。哥倫比亞單邊入球大細嘅球半啦大係1.68倍，但係去到2.5球嘅時間咧就急升到係3.15倍，即係馬會預期哥倫比亞入到1球或者2球咧就會放慢節奏，控制大局，唔會盲目咁搶攻。而哥倫比亞係會佔據主動啦，但係面對加納嘅體力化防守係會老鼠拉龜，所以呢場波咧，哥倫比亞好大機會係靠死球或者突擊咧去小勝1-0或者2-0完場。撇除盤口分析啦，外賣仔喺今屆睇咗哥倫比亞幾場波啦，其實真係好符合呢個劇本嘅。佢大概喺今屆咧就射咗50球波啦，40球係喺禁區外遠射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哥倫比亞喺今屆嘅做波能力真係好弱，亦都冇一個可以過關斬將鏟入禁區嘅中場或者前鋒。假設呢場係可以贏波的話呢，都係贏球員嘅質素。咁點解馬會咁睇淡入球大呢？因為淘汰賽階段踢法通常都真係保守嘅。加納咧就會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啦，一定就係會退後防守嘅。而哥倫比亞領先1球之後，亦都會傾向係控球在腳消耗時間，除非啦上半場極早出現一個入球去打亂部署啦，否則呢場波咧好難開出入球大嘅。咁喺呢場咁悶嘅波咧，外賣仔都揾到2個最有價值嘅盤口嘅。咁首先咧就係哥倫比亞讓球嘅讓1球賠率係1.74倍，呢一個係進可攻退可守嘅靚盤。哥倫比亞贏面極高，若果佢哋只係贏1粒啦，咁啊走盤啦，保本冇風險。如果贏咗2粒嘅，咁啊收咗1.74倍啦。面對功力疲弱嘅加納，哥倫比亞輸盤嘅風險咧，其實真係唔會好高。而第二個盤就係加納單邊入球大細半球盤嘅細，賠率就1.69倍。哥倫比亞嘅防守力其實係唔差嘅，加納要撕破防線咧係有啲難度。買加納嘅全場冇波入，賠率有1.69倍。比買全場入球細咧係更加好分。若果玩過關嘅話咧，呢一注絕對係可以做膽嘅。咁總結下今集嘅心水啦。咁首先咧就係埃及嗰場全場主客和嘅和局，賠率2.67倍。阿根廷嗰場讓球盤，阿根廷讓2球，賠率1.86倍。哥倫比亞嗰場讓球盤，哥倫比亞讓1球，賠率1.74倍。另外一條就係3串1頭關埃及嗰場。半場主客和局1.74倍。次關佛德國嗰場，佛德國球隊單邊入球大細半球盤嘅細，賠率1.5倍。尾關加納球隊單邊入球大細半球盤嘅細，賠率1.69倍。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可以留言、訂閱、點讚，記住我嘅外牌仔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